歡迎選擇麗音廣播，你好，我係謝拉。今集係內地真人真事鬼故特輯，麗音廣播同你一齊聽，一齊驚。江門珊珊想同大家分享一段幾年前親身喺南京住酒店遇到嘅靈異經歷。嗰次係同朋友去南京玩，因為學生妹冇咩錢，就喺網上訂咗夫子廟附近一間平價酒店。間房冇窗㗎，價錢唔貴啦，所以啲房冇窗我哋都覺得好正常。但係都係衰冇經驗，就咁拎房卡上去，拖住行李篋行到盡頭，先發現俾我哋間房係尾房嚟㗎。一直以嚟都聽過尾房唔吉利，但因為我同朋友都比較社恐，唔想麻煩到職員換房，咁就算啦。一開門已經覺得間房濕濕立立，好似連續落咗幾日雨咁，牆身啊、家私啊都有股潮氣透出嚟。最詭異嘅係房卡插落去嗰一刻，正對住張床嘅大液晶電視啪嚓一聲自動着咗，閃住藍光，中間仲彈咗個框出嚟，寫住搜尋信號，同時仲發出一啲吱吱嘅電流聲。啲聲唔算大，但係因為間房好靜，聽落去好刺耳。我朋友仲笑住話可能係上手下唔記得熄電視啫，跟住揾到遙控就熄咗佢。間酒店裝修鹹女仔主題，床單好乾淨，床頭燈仲係花形嘅，但有樣嘢好奇怪，床頭竟然裝咗個好似手銬嘅圓環，好似可以靠住人咁。朋友就話：哇，喂咁啊，前身會唔會係嗰啲情趣酒店嚟㗎？好啦，間酒店雖然隔音唔好，夜晚有人出入都聽到，但以呢個價錢嚟講，算係咁㗎啦。我哋擺低行李就去老門東食飯，食完飯行街，去到夜晚12點幾先返酒店。再抄房卡嘅時候，電視冇自己着。玩咗成日攰到爆，我哋沖完涼就各自上床瞓。朋友瞓近門口嗰邊，我就挨埋牆。佢好快瞓着咗，我就想玩下手機先。去到差唔多凌晨1點幾，突然之間傳嚟砰一聲，好大聲，好似有人用力拍咗一下門咁，成個門仲震咗一陣。成條走廊非常之安靜，我心諗可能係隔籬左右夜晚返房閂門太大力震埋我哋間房啦。雖然咁安慰自己，但我個心開始有啲慌，索性熄埋手機，逼自己快啲瞓。但係唔知點解，成晚都唔係幾瞓得着，半夢半醒，好似一場場怪夢連埋一齊。又聽到有人叫我個名，仲有人咳嘅聲。當我喺度諗緊自己係發夢啊定係清醒嘅時候，突然之間感覺有嘢掃過我隻腳，好似有人用手輕輕撩過腳背。第一下我以為朋友喐撩到我，但係望過去佢係背對住我，仲隔咗成個手臂距離，根本冇可能掂到。我即刻成個人僵晒，大氣都唔敢唞，打側個身對住埲牆。喺呢個時候，我突然之間聽到床下底有啲咿咿呀呀嘅聲，好似有人踩木板咁。再跟住嘣嘣兩聲，呢兩下聲非常之清晰，個感覺就係有人喺床下底敲我哋張床。呢一刻我確定自己係100%清醒，所以即刻着燈係咁搖個朋友，但係佢完全冇反應。我再用力拍佢，佢先驚醒。我問佢有冇聽到聲啊？再講翻頭先嘅經歷俾佢聽，嚇到佢面都青埋。嗰晚我哋着住燈，兩個黐埋一齊，幾乎冇瞓到。第二日一早即刻退房，拎住行李就換咗另一間酒店。好彩換酒店之後都再冇怪事發生。去到而家諗翻呢件事，都仲係會起雞皮啊！四川維維，大家好，今晚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同學嘅經歷。呢件事我聽過好多次，每一次佢同我講嘅時候，佢把聲都好震，
好似親身再經歷一次咁。聽完我都覺得心寒。我同學屋企喺河南，不過佢爸爸媽媽好多年前就去咗雲南開咗一間古董鋪，鋪頭唔算大，前面係賣貨，後面隔咗間細房，就係佢哋一家人住嘅地方，前鋪後居。佢哋鋪頭成日都擺滿啲老古董啊，有瓷瓶啦、木雕啦、舊首飾啦，仲有啲銅器啦，嗌唔出名嘅所有嘢都有。日頭望落去就好古色古香，但一到夜晚冇着燈嘅時候，就會感覺好詭異。嗰一年我同學啱啱讀初一，12歲左右，臨近過年，佢爸爸媽媽就要帶2個哥哥返河南探親，留低佢一個喺度睇鋪。出發之前，阿爸阿媽特別叮囑佢，鋪頭啲貨好值錢，天黑就要快啲閂門。仲有啊，唔好亂出街，更加唔好亂開門，最好早啲瞓。大年30嗰日，成條街靜英英，隔籬啲鋪頭好早就拉晒閘。同學5點左右就鎖咗門，自己煮咗即食麵，睇住春晚，未夠10點就覺得好眼瞓，瞓落床迷迷糊糊就瞓咗啦。瞓到大概10點半左右，突然之間砰砰砰，有人敲門，好大聲。佢起身一聽，原來係佢個好朋友嚟揾佢，就話想陪佢一齊過夜。其實當下同學有啲驚，唔係太敢開門，但個朋友一直敲一直嗌，佢最後都開咗門。朋友入到嚟就好開心，2個人瞓喺床度傾偈，傾下傾下就準備瞓覺。但就喺我同學瞓上床，隻眼望上去嘅嗰一刻，佢成個人僵硬咗，因為喺天花板上面竟然貼住咗一個女人，長頭髮，黑色衫，塊面完全睇唔清，淨係見到一片漆黑嘅頭髮同埋衣角，就咁好安靜伏喺天花板。嗰一刻佢話佢個心爭啲跳咗出嚟，成身毛管動，大氣都唔敢唞，想叫啦，但係個喉嚨好似俾嘢捏住，出唔到聲。想講聲隔籬個朋友，又驚驚動到天花板嗰隻嘢。結果佢就係咁啤住天花板，雙手揸緊張被，啲指甲插埋入啲肉裏面。挨咗一陣，佢實在頂唔住啦，索性眯埋眼，成個人縮入張被度。佢就係咁成晚喺恐懼裏面冇瞓到，夾硬挨到天光。天一光，佢即刻揭開張被，抬頭一望，天花板乾乾淨淨，好似冇嘢發生過咁。冇耐，朋友醒咗就要翻屋企，同學就送佢出門啦。翻到房即刻打電話俾阿媽，一路講一路喊。阿媽聽完急到聲都變晒，嗌佢快啲搵屋企嘅朱砂袋帶住，千祈唔好俾人再入嚟。同時阿媽即刻搭車趕返雲南。同學就去阿爸個櫃桶度抄，真係搵到一細包朱砂，就縫咗個布袋掛喺條頸度。之後成日都唔敢閂門，坐喺個前廳望住門口，直到第2日晏晝阿媽返嚟。阿媽返嚟之後，直接嗌咗當地嘅神婆嚟。神婆去到鋪頭四圍睇，聽完同學講返情況，就話呢啲嘢呢係鋪頭嘅古董帶返嚟嘅，撞正除夕夜陽氣最弱，先至顯現啊。之後神婆做咗場法事，仲喺天花板嘅角落頭貼咗道符，俾埋張符叫同學壓喺枕頭底。嗰次之後，同學再冇見到任何古怪嘢，但由嗰日開始，無論邊個，就算再 friend 嘅朋友，夜晚佢再冇俾過人入鋪頭過夜。而家佢成日同我講翻呢個故事，就話佢想講多啲，講到自己唔驚。我嗰陣啊，望住天花板，大氣都唔敢唞，就係驚下一秒個女人會衝落嚟，嗰種恐懼呢，我真係好難搣甩啦。貴州 Cathy 記得好細個嗰陣，好怕鬼，同時對呢啲靈異嘅嘢特別敏感。記得有一次，我同朋友半夜出去食宵夜，地點係一啲城中村，一落樓就見到有隻好細嘅黑貓。當時冇多諗啦，覺得流浪貓好正常啦，夜晚成日都見到。去到一間大排檔，
啱啱隔籬就係間花圈嘅壽衣店。嗰陣時已經凌晨2點幾，我仲笑笑口指住間鋪頭同朋友講：喂，呢度有間做壽衣花圈嘅鋪頭喎。朋友就話：唉，都閂咗門啦，唔使驚啦。食完嘢，我哋搭的士返屋企，去到橋頭左邊轉彎嘅位，我抬頭一望，見到一塊好大嘅招牌，上面寫住花圈壽衣店。我即刻又同朋友講：喂，呢度又有一間喎。朋友擰轉頭望咗一望，好淡然咁應咗一句：係喎。返到屋企落車，竟然又見翻之前嗰隻黑貓。去到呢度，我心裏面有種講唔出嘅古怪感覺，但係冇再追問。返到屋企，我除咗鞋，赤腳踩喺地板度，個人唔知點解好自然咁向後仰，我隻手下意識扶住埲牆，突然之間啪一聲，我嗰條戴咗好耐嘅玉鐲跌咗落地，斷成4節。就喺嗰一刻，我先後知後覺，成件事根本唔對路。我回想翻橋頭嗰間所謂嘅花圈壽衣店點會存在啊？嗰度係鬧市嘅小街入口，上面係網吧，樓下明明係手機鋪嚟嘅。第二日我拉埋個朋友特登再去睇，結果真係手機店，根本冇任何花圈壽衣鋪。嗰一刻我先驚醒，尋晚我真係中咗邪。我有時諗翻嗰晚黑貓2次出現嘅壽衣鋪，最後斷裂嘅玉鐲，全部連埋一齊，我唔相信係咁巧合咯。廣西阿平，我係土生土長嘅廣東人，之前從來未遇到過靈異嘢。今次呢件事係我人生第一次，到而家都唔知究竟係人啊，定係鬼啊，定係其他嘅存在呢？自從嗰次之後，我冇再睇過任何馬戲團，連野生動物園我都唔敢去。呢件事發生喺高考完返大學之前嘅嗰個暑假，非常之開心。我同幾個朋友去睇廣東一間動物園嘅馬戲團表演。我揀咗挨晚5點到8點嘅場次，太陽啱啱落山，天色仲光。我同3個朋友一齊入場，我同其中一個坐喺最後一排，另外2個就坐喺我哋前面一排。演出未開始嘅時候，我哋喺度傾偈，突然之間，我覺得身後邊有啲嘢喺度望住我。我擰轉頭一睇，最後一排後面係一條長長嘅過道，再出邊係一圈大約2米闊嘅裝飾草叢。我見到草叢裏面踎咗個人喺度，踎到好低，嗰啲草好稀疏，但係幾乎擋住咗佢塊面，睇唔清係男定係女。因為仲有觀眾陸續入場，我冇諗太多，以為係啲細路仔喺度玩捉伊人。過咗冇耐，全場坐滿，演出開始。因為我哋個位置好後，身邊仲有吉位，我下意識再擰轉頭望，發現原本踎咗喺度嗰個人已經企咗起身，仍然喺度望住我哋。呢一次我睇得好清楚，係一個着住條 oversize 長裙嘅女人，但佢根本唔似人。佢頭髮好稀疏，頭頂幾乎禿晒，得返幾柱長到鎖骨嘅髮絲。佢個眼窩好深，深到黑麻麻，睇唔到眼珠。最得人驚係佢個口，好似俾硫酸揦過，冇嘴唇噶，得返一個好細嘅窿，隨住呼吸一收一縮。佢成條長裙濕晒，黐住個肚。佢個肚好大，好似裏面隨時有嘢會爆出嚟咁。四肢又非常之瘦，瘦到近乎皮包骨，成個形態完全唔係人類，更加似係一隻怪物。我當時嚇到成個人僵咗，喐都唔敢喐。身邊嘅朋友覺得我唔妥，順住我嘅視線望過去，佢即刻擰翻過嚟，好細聲喺度講：唔好喐啊，當睇唔到啦。大約過咗幾分鐘之後，佢夾硬拉住仍然係僵住嘅我，帶我行咗去前邊人多嘅位置，夾咗喺人群中間。但係嗰場表演，我幾乎1分鐘都冇睇，亦都唔敢再擰轉頭睇嗰個人仲喺咪度。時間過得非常之慢，
演出結束之後，我哋跟住人流由最後一排兩邊嘅出口離開，經過嗰片草叢，我專登用餘光睄咗一眼，嗰度已經空無一物。之後我身邊嘅朋友同我形容翻，佢見到嘅嘢係一模一樣，同時佢都覺得嗰個唔係人類。究竟嗰晚我哋見到嘅係鬼啊，定係妖魅呢？麗音廣播，我聽到有聲。好啦，嚟到我聽到有聲先，多謝 Super Chat 嘅一紮朋友先。高普，多謝你送上雲吞麵咖啡套餐，少少心意，唔好嫌棄啊！點會嫌棄啊，大佬，多謝晒你啊！就話今日放假，天黑之前一次過聽翻晒啲新集數，忙完工作可以聽麗音，對我嚟講係一種幸福。多謝你謝拉，辛苦晒，記得去食雲吞麵飲咖啡啊！多謝你啊，高普。另外仲有 Levi Man 啦，多謝你哋嘅支持啊！好啦，跟住睇睇大家嘅留言啦。首先要講嘅就係麗音廣播1歲啦，多謝大家支持啊！我哋都出咗個 post 嘅，見到好多大家嘅留言支持啦。不知不覺已經1年啦，但係真正開始同大家交流係4-5個月到咯。非常之感激大家嘅支持，一直都講緊一句說話，好老土，但係非常之真心嘅，就係冇你哋就冇麗音廣播噶啦。最近去 body check 咗啦，可能發現咗有少少會影響條聲帶嘅原因啦。咁但係都會繼續做落去嘅，因為有你哋喺度，令到我更加中意麗音廣播呢個 channel 咯。係啦，再一次多謝大家過去1年嘅陪伴同埋支持啊！好啦，睇睇大家嘅留言先。warm1478 就話屋企人都有陰陽眼，小朋友就唔驚分享啊。C 撈嚕啦，就話謝拉身體點啊，祝你身體健康，仲介紹埋同事聽，加油，多謝你同埋你老公同埋啲同事啊。E-man Chan 2745就話謝拉又係我啊，冇留言2次，而家留言俾翻 like 先，多謝你。Kian 啦就話聽完麗音廣播睇到個 YouTube 廣告係劉俊謙，乜咁啱啊，又幾似樣喎，謝拉保重身體，注意休息。劉俊謙似樣似邊個？似我？哇，係功德無量啊，施主。就話恭喜個 channel 1歲啦，多謝你啊 Kian。Queenie 107就話中意支持 KL Chan 啦，就話你係100分啊。Tiffany Wong 524回應翻之前聽眾投稿特輯，最尾婆婆關於貓貓咪咪嘅故事啦，就話聽到眼紅紅啊。跟住有 Leon 啦，好想高歌一曲，終於等到你，還好我沒放棄，係咪咁唱？Ivy 媽啦就話冇事就好，仲係覺得把聲有啲沙，不過好似精神咗，係咯，把聲係有啲原因令到佢有啲沙咯。風美 Chan 啦就話支持你啊，謝拉保重身體，希望身體健康，多謝你讀出故事，感謝你同埋團隊，真係等到頸都長啊！我哋已經夾好啲時間啦，盡量1個星期有2集啦。好似講咗好多次都係盡量1個星期有2集啦，係啊，但係都係拖到好長。最近確實有啲身體問題啊。迷花生啦，就話放工即聽，好聽，好有電影感。Grace Chan 啦就話謝拉多謝你精心演繹，真好耐冇留言啦，祝謝拉身體健康，錫住自己，加油，支持你同靚女同事啊，多謝你啊！ KY 好啦，就係聽住謝拉呢啲片做 bedtime story， 正啊，多謝謝拉，哇，瞓住覺聽有冇覺得唔舒服啊 ？KY 好 David Horry 就話非常感謝分享啦。Alan 就話留到返工先聽，支持謝拉，加油！繼續都係 Queenie 就話恭賀1歲會更1歲啊，恭喜恭喜恭喜，多謝你 Queenie。另外仲有窿邊蛋話恭喜開心遇上你 Winnie Man 謝拉保重身體，支持你啊，我都係感冒啊，好攰啊，希望你快啲康復啦，係啊 take care 啊。蘇坤撈啦就話你講得好好啊，多謝你啊。Nobi 張就話早日康復，快啲講古仔。
Baby Queen 就話 Happy Birthday 同埋 Congratulations， 祝謝拉同麗音廣播越嚟越強，繼續爆 views， 多謝你啊 Baby Queen。好啦，另外散收收仲有華安哥啦、Mabel 啦、Damon Hong 啦、Maggie 啦、Peter Chan 啦、蕭燕啦、S666、S999 啦、卡卡啦、Eman Chan 啦、Baby Hugo 7353啊！多謝大家過去一年嘅支持，多謝大家嘅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多謝大家中意麗音廣播，我哋下期再見。嚇得唔好嘥，祝晒啲 friend subscribe 麗音廣播，一邊聽一邊驚。